亲爱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是听阮祈祷，赐阮平安的主。虽然阮常常用人的思想、照人的意思来做代志，但是主犹原予阮机会悔改。感谢主的包容，感谢主予阮白白的恩典，也请主原谅阮的软弱甲不足。因为阮身边时常出现的撒旦魔鬼，不时找机会要吞食软弱的阮。阮只有恳求主坚固阮的信心，加添阮的力量，使阮平安的心智慧的灵，互阮会当会在当抵抗撒旦的引诱甲控制。阮要遵守主的命令，尽力为主做工。请主保佑阮的欠亏，互阮正行着即个每一步拢行伫光明。愿主赐福，愿主扶持。阮将阮的家庭、阮的牧师、阮的教会完全交托予全能万能的主，请主保守看顾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